你係咪一直以為尿酸高只不過係會搞到腳趾痛幾日，忍一忍就過去？如果你真係咁諗，咁就真係太天真啦。美國頂尖神經病學同營養學權威大衛帕爾馬特喺佢本震撼醫學界嘅著作《瘋狂的尿酸》入面，撕開咗一個等全人類嚇一跳嘅真相：尿酸根本就係一個潛伏喺我哋身體入面嘅隱形拆除工，佢對你健康造成嘅致命打擊，痛風只不過係冰山一角，佢真正嘅破壞範圍遠比你想象中更加廣泛，更加陰險。作者結合咗超過1000宗臨床真實病例，同全球最前沿嘅核心醫學報告，徹底揭開咗高尿酸點樣一步一步吞噬我哋全身健康嘅恐怖內幕。今日呢條片，我會同大家將呢本醫學神作由頭到尾拆到最透，帶你一腳踢爆尿酸嘅虛偽面具，同時送你一套可以即時落地、真真正正幫你將尿酸降落嚟嘅全套救命方案。平時大家只要一講起尿酸，第一時間諗到嘅一定係痛風發作呢4個字。但事實上，高尿酸最擅長嘅就係聲東擊西。佢表面上好似只係搞你嘅關節，等你痛到行唔到。但其實佢真正嘅主力部隊，每日每夜都喺你嘅血管、腎臟同大腦入面進行破壞。如果將我哋嘅身體比喻成一部日夜運作嘅精密機器，當尿酸維持喺正常指標嗰陣，佢其實仲有一小部分抗氧化嘅功能，幫手清除體內嘅垃圾自由基。但問題就出在，一旦你體內嘅尿酸濃度超標，呢啲多出嚟嘅物質就會瞬間魔化，佢哋會喺血液入面凝結成一粒粒好似針頭咁硬、咁尖嘅尿酸鹽結晶。呢啲微小嘅針狀粒粒，隨住血液流動，瘋狂砸向你嘅關節同軟骨，呢個就係痛風發作嗰陣生不如死嘅原因。更要命嘅係，呢啲結晶還會隨住循環系統沉澱到你嘅腎臟入面，直接將微細嘅腎小管塞到死死一死，日復一日，淡磨損你嘅腎功能，到最後甚至會直接引爆腎功能衰竭，逼住要終身洗腎。而且高尿酸嘅野心遠遠唔止咁簡單，佢還會直接腐蝕你嘅血管內皮，令原本有彈性嘅血管變得好似生鏽嘅水管咁脆弱、咁僵硬，從而瘋狂推高血壓同冠心病嘅發病率。同時，佢還會入侵大腦嘅神經代謝系統，大大提升第時患上認知功能障礙症嘅風險。書入面披露嘅醫學數據簡直令人頭皮發麻。長期處於高尿酸狀態嘅人群，患上二型糖尿病嘅機率比普通人暴升了78%，而遭遇腦卒中，即係中風嘅風險，亦都足足增加咗47%。呢啲絕對唔係科學家喺度靠嚇，現實生活中因為氮而中招嘅悲劇，每分每秒都在發生。好似38歲嘅張先生咁，身為一間創科公司嘅高層主管，平時工作圍繞住數唔完嘅商務應酬，餐餐膏蟹、海鮮，夜夜冰鎮啤酒，簡直將呢啲當成家常便飯。體檢嗰陣，報告清清楚楚寫住尿酸高達580微摩爾每升，但因為當時全身上下冇任何痛楚，佢完全唔當成一回事，繼續我行我素。點知僅僅過咗1年，佢喺辦公室突然之間心口絞痛，成個人痛到面色蒼白，直接暈倒，被救護車緊急送入醫院搶救。最後雖然執返條命，但被確診為心臟冠心病，要做手術通波仔。主診醫生非常嚴厲咁警告佢，長期高尿酸就係引發佢心血管嚴重阻塞嘅核心黑手，而且因為拖得太耐，佢嘅腎臟已經出現咗早期嘅功能性萎縮。但相反，62歲嘅李女士5年前一樣喺體檢入面發現尿酸亮起咗紅燈，但她同張先生完全唔同。她第一時間尋求科學方法，痛下決心，徹底重塑自己嘅日常起居同3餐飲食。結果呢5年落嚟，她不僅痛風1次都冇發作過。在最近嘅一次全面體檢入面，3高指標全部極之漂亮，血壓、血糖全部完美達標，連醫生都大讚她嘅血管年齡比好多後生仔仲要健康，更有活力。聽到呢度，可能你心入面都會嘀咕，我嘅尿酸都只係超標咗少少啫，平時又唔痛，應該冇乜所謂啦。大佬，最致命嘅陷阱，正正就係呢種自我安慰。尿酸對你身體內臟嘅蠶食，從來都唔係一日之內發生嘅，而係像蟻力鑄大樹，咁係一種無聲無息嘅慢性毀滅。初期嘅數值偏高，如果你因為唔痛就放任不管，等佢有一日爆發出嚟嗰陣，往往已經造成咗不可逆轉嘅內臟創傷。書入面給全人類畫出咗一條明確嘅健康分界線，男性尿酸只要超過420微摩爾每升，女性超過360微摩爾每升，喺醫學上就正式宣判你進入咗高尿酸血症嘅危險地帶。所以今個星期大家要做嘅第一件事非常明確，
即刻去啟返你張體檢報告，或者直接去診所抽血驗一驗自己嘅尿酸數值，清清楚楚了解自己嘅底細。同時間認真回想一下自己過去呢半年關節位有冇試過無端端隱隱作痛，平時係咪好容易覺得成個人好疲倦，或者腰部經常有無名嘅酸脹感，將呢啲微小嘅身體求救信號全部抄低。請你記住，對尿酸裝作睇唔到，就等於喺自己身體入面裝個定時炸彈。既然知道咗高尿酸係潛伏喺體內嘅健康殺手，咁我哋接下嚟就必須要揪出，到底係邊啲藏喺日常生活入面嘅催化劑，喺背後偷偷摸摸將你嘅尿酸推上絕路。好多人時至今日都仲有一個死板嘅觀念，覺得尿酸高一定係因為嘴人、食咗太多海鮮或者飲咗太多啤酒。但我話你知，呢些浮喺表面嘅飲食習慣，其實只佔了原因嘅一小部分。高尿酸嘅真正源頭，往往係一堆你平時覺得微不足道，甚至習以為常嘅生活惡習，共同編織出嚟嘅網。呢啲隱形因素就好似溫水煮青蛙一樣，每日幫你加少少溫，等你察覺到唔妥嗰陣，可能已經回天乏術。首先，最首當其衝嘅就是埋藏喺日常飲食入面嘅高糖炸彈。今時今日，好多後生仔女都唔知，長期大量飲含糖嘢食、手搖飲品同吃甜點，對體內尿酸嘅破壞力，其實比起海鮮同大魚大肉有過之而無不及。呢度嘅致命核心叫做果糖。當過量嘅果糖進入人體之後，會喺肝臟進行代謝，呢個過程會瘋狂催生大量嘅尿酸。更惡劣嘅係，果糖還會直接向腎臟施壓，鎖死腎臟排泄尿酸嘅出口。呢個概念就等於一邊開足馬力，不斷製造垃圾，另一邊又將垃圾桶封死。你話體內嘅排毒系統點會唔爆炸？醫學臨床數據顯示，只要俾一班健康嘅年輕人連續1個星期，每日灌大量含糖汽水，佢哋嘅尿酸指數喺短短7日之內就會出現斷崖式嘅暴升。依家好多返工族每日下晝都要叫一杯珍珠奶茶或者凍檸茶走印，或者盲目覺得包裝果汁好健康而當水飲。呢些看似無傷大雅嘅習慣，恰恰就是將你推向高尿酸深淵嘅幕後操縱者。其次就是極度紊亂嘅睡眠同作息，長期熬夜同埋缺乏運動，長時間坐喺度唔喐，會直接導致你身體嘅新陳代謝速度慢到好似烏龜爬行一樣，搞到體內產生的垃圾廢物根本冇辦法透過正常渠道排出，尿酸自然只能喺你嘅血管入面越積越多。現代都市人返工壓力排山倒海，日頭喺寫字樓一坐就係10個鐘頭，夜晚收工返到屋企，仲要癱喺梳化上刷短視頻，打機打到凌晨2、3點。呢種日夜顛倒、能坐絕唔企嘅極端生活模式，其實每分每秒都在癱瘓緊你嘅代謝器官。書入面做過一項統計，每日久坐超過8個小時嘅人群，患上高尿酸血症嘅風險，比起每日有4個小時以上進行適度走動嘅人，足足高出了幾倍。除咗糖分同作息，藥物嘅副作用同情緒嘅失控，同樣係暗藏嘅幫兇。例如好多慢性病患者日常食緊嘅某些利尿劑、降壓藥，其實正正會阻礙腎臟排尿酸。而如果一個人長期處於高度焦慮、緊張或者狂躁嘅情緒入面，體內嘅壓力激素皮質醇就會徹底失控，同樣會將體內嘅代謝節奏打亂。呢個情況就好似城市嘅排污管道塞咗，廢水排唔走，最後成個屋苑都臭氣熏天。可能聽到呢度又會有人理直氣壯咁反駁，我身邊大把朋友餐餐大魚大肉，日日煙酒不離手，人哋去驗血尿酸一樣好正常，呢啲嘢因人而異啫。冇錯，每個人天生嘅基因同代謝極限確實有高低之分，但問題係人哋嘅基因強大，絕對唔能夠成為你透支生命嘅通行證。就好似有啲人天生骨骼精奇，就算大冬天赤膊衝入風雨入面都唔會發燒。但呢個事實並不代表淋雨呢件事本身對人體係有益嘅。帕爾馬特博士喺書入面一針見血咁指出，我哋建立健康生活習慣嘅終極目的係為咗將自己患病嘅風險控制到最低，而唔係拿自己條命去同人搏基因、賭運氣。所以呢個章節嘅降尿酸抗擊行動方案非常之清晰。第一，由聽日開始，為自己做一份為期7日嘅生活飲食誠實清單，清清楚楚寫低你每一餐吞咗啲乜入肚。尤其是飲咗幾多杯甜飲，食咗幾多件蛋糕，同埋記低自己每日坐咗幾耐，幾點入睡。第二，將自己平時食開嘅中西藥或者維他命列一個清單，下次去復診嗰陣，順便諮詢醫生，睇睇當中有冇邊啲成分會拖慢尿酸代謝。
第三，每日強制保留10分鐘嘅情緒放空時間，無論係聽歌、拉筋定係深呼吸，幫身體嘅皮質醇降降溫。只有真正將身邊嘅隱形推手全部揪出嚟，你先可以從根源上切斷尿酸嘅升勢。既然已經出咗幕後黑手，咁我哋接下嚟最關心嘅問題一定係，到底日常飲食要點樣吃，先可以真真正正幫高企嘅尿酸踩一踩剎車？飲食絕對係控制尿酸成敗最核心、最立竿見影嘅生死戰場。揀啱了方向，你可以輕輕鬆鬆就將數值降返落去。但如果行錯了歧路，你只會不斷加重肝腎嘅負擔，甚至搞到身體全盤崩潰。好多朋友喺控制尿酸嘅時候，好容易跌入一個極端嘅思想誤區，就係一聽到嘌呤呢兩個字就驚到失魂，覺得全天下所有含嘌呤嘅食物都係毒藥，碰都唔敢碰。結果搞到自己餐餐清水煮菜，白粥送鹽，短短幾個星期，成個人面黃肌瘦，骨瘦如柴。擔憂盲目節食，不僅幫唔到忙，反而會因為蛋白質嚴重攝取不足，導致身體免疫力暴跌，更進一步搞垮你嘅新陳代謝。其實食物入面嘅嘌呤，我哋必須要用科學嘅眼光去分類處理，絕對唔可以一刀切。首先，我們要分清楚食物嘅紅、黃、綠燈，即係高、中、低三大嘌呤級別。好似動物內臟慢火熬製幾粒鐘嘅老火湯，同埋部分貝殼類海鮮，好似蠔、蜆、生蠔之類，呢啲確實係屬於嘌呤爆表嘅紅色警戒食物。喺尿酸超標期間，必須要嚴格管住自己個嘴，因為過量進食真係會直接變成血液入面嘅尿酸。而絕大多數嘅綠葉蔬菜、新鮮水果、全穀物、粗糧同雞蛋都屬於非常安全嘅綠燈低嘌呤食物，完全可以大口大口正常食。當中的膳食纖維同維生素仲可以幫手加速尿酸排出。不過呢度有一個顛覆傳統觀念嘅醫學新發現，大家一定要聽好。以前好多舊式思想話尿酸高，唔可以食豆製品，唔可以食菠菜或者菇類，但現代臨床醫學已經徹底澄清咗，呢些植物性嘅高嘌呤食物對人體血液尿酸嘅實際影響，遠遠比動物性肉類或者內臟細得多得多。所以平時適量食豆腐、飲杯豆漿或者炒盤菠菜係人全適要驚喜，人都爛都唔敢食後。除咗識得揀食物，仲有幾個能夠幫你控尿酸事半功倍嘅核心技巧。書入面極力推崇一個最簡單也最有效嘅治水，每日一定要強迫自己灌下1500至2000毫升嘅白開水，充足嘅水分攝入可以瞬間提升你嘅排尿量。呢個動作就好似幫腎臟打開個大水閘，將積聚喺體內嘅尿酸源源不斷咁沖刷出體內。飲水方面，白開水、清茶或者無糖檸檬水係最好嘅選擇，千萬唔好用任何果汁或者手搖茶代替。同時間亦要好好控制每日嘅總熱量。肥胖已經被證實係高尿酸血症嘅超級催化劑，如果可以循序漸進咁將體重減落去，你嘅尿酸水平通常都會非常自然咁跟住跌。但記住，千萬唔好採用極端嘅斷食減肥法喺短時間內暴瘦，因為當身體突然之間陷入飢餓嗰陣，會產生大量酮體，而酮體會喺腎臟入面瘋狂霸佔尿酸嘅排泄通道，反而極容易引爆急性痛風大發作。另外，酒精類必須100%嚴格封殺。特別係啤酒，裏面含有大量極易被吸收嘅嘌呤原料，加上酒精代謝產生嘅乳酸，會死死壓制尿酸排泄，一向都係痛風大爆發嘅第一元兇，能免則免。而紅酒、白酒或者威士忌一樣會加重腎臟代謝壓力，喺數值未回復正常之前，最好都係忍一忍手。書入面分享過一個非常振奮人心嘅真實故事，45歲嘅馬克，佢嘅尿酸數值一度飆升到620微摩爾每升。長期被反反复复嘅急性痛風折磨到痛不欲生，連行路都要拐杖。後來佢決定全面執行書入面嘅飲食革命，佢連續3個月，每日定時定候飲足2000毫升嘅清水，同時將餐桌上嘅豬肝、牛肚、海鮮同老火湯全部撤走，換成大量嘅新鮮蔬菜、全麥粗糧，並且狠狠戒掉咗佢每日必飲嘅啤酒同含糖汽水。結果短短3個月之後，佢去醫院複查，佢嘅尿酸竟然奇蹟般由620直線下降到380微摩爾每升，痛風再也沒有找過他。相反，另一位同病相憐嘅病友，因為過度驚青、盲目忌口，搞到自己餐餐如數，完全唔敢攝取任何優質蛋白質。結果不出1個月，搞到自己面色蒼白，抵抗力全面崩潰。
3日唔埋2日就感冒發燒，而體內嘅尿酸水平反而因為身體肌肉自溶同營養不良，一直死卡喺高位，搞到身體全面報銷。好多朋友經常抱怨，我平時返工忙到連飲水都冇時間，邊度有閒情逸致去搞咁多健康餐啊？其實健康飲食操作起來真係一啲都唔複雜。例如你早餐去茶餐廳，可以將餐肉公仔麵換成火腿通粉配個胎蛋；午餐叫外賣嗰陣，多點一份白灼青菜走油，少食2塊肥肉；夜晚煮飯減少肉類比例，多食2口雜糧飯。呢啲隨手可得嘅微小調整，就已經可以幫到你身體好大忙。最重要嘅係建立一套持久正確嘅飲食觀念，而唔係去追求極端短期嘅自虐式菜單。呢個章節嘅飲食革命3部曲，第一步，對照嘌呤食物表，將自己平時最中意食嘅嘢分類，邊啲要嚴格限制，邊啲可以大口食，做到心中有數。第二步，為自己制定一個最簡單嘅1星期飲水同飲食監督計劃，擺個大水杯喺寫字樓台面，確保每日飲水量達標。第三步，由聽日朝早開始，嘗試用一份低嘌呤嘅健康早餐做起，慢慢將呢種食法變成你嘅生活習慣。循序漸進，你先可以同尿酸打一場持久嘅勝仗。當我哋透過飲食革命幫尿酸踩咗剎車之後，下一步就要進入全方位嘅生活方式優化。如果飲食係控制尿酸嘅主力部隊，咁規律運動、優質睡眠同埋壓力管理就係最強大嘅後方支援。只有多管齊下，你先可以將尿酸死地壓制喺正常範圍，否則只要你一放鬆，數值又會立刻報復性反彈。首先講講規律運動。適量嘅運動可以瘋狂促進全身上下嘅新陳代謝，血液循環快咗，尿酸自然排得更快，就好似幫身體部排毒機器加咗潤滑油一樣。但高尿酸人士嘅運動方式一定要講究科學，千祈唔好盲目亂咁嚟。書入面強烈建議大家應該選擇快行、慢跑、游水或者踩單車呢類中等強度嘅有氧運動，每星期做3至5次，每次大約30分鐘就最完美。相反，短時間內嘅超高強度劇烈運動，例如瘋狂衝刺、跑、重訓力竭等等，高尿酸人群應該盡量避免，因為劇烈運動會令體內喺短時間內積聚大量乳酸，加上大量出汗，如果冇及時補水，身體會處於脫水狀態。呢2個因素會雙重鎖死尿酸嘅排泄。往往有好多人就係喺高強度做完運動嘅當晚，痛風突然急性大爆發。除咗運動，睡眠亦都扮演住關鍵角色。長期睡眠不足或者熬夜，會直接導致內分泌失調，嚴重干擾腎臟喺夜間嘅自我過濾同修復功能。你要明白，腎臟就係人體最核心嘅代解過濾器，佢日頭幫你做嘢，夜晚需要足夠嘅時間去休息。如果你日日熬夜玩手機、打機，搞到神經系統長期興奮，腎臟就會被迫長期處於超負荷工作狀態，過濾效率大跌，尿酸排唔走，自然就會喺體內瘋狂累積。保持規律嘅作息，每日確保有7至8個鐘頭嘅優質睡眠，就係最天然、最省錢嘅降尿酸良藥。再嚟就是壓力管理，現代都市人邊個會冇壓力？但如果長期將自己逼得太緊，心理處於高壓、焦慮狀態，大腦就會下令分泌大量嘅皮質醇同腎上腺素，呢啲壓力激素會直接干擾身體嘅正常代謝，搞到尿酸生成變多，排泄變少。所以每日幫自己演出10分鐘嘅放鬆時間，無論係聽音樂、放空定係做深呼吸，都可以有效安撫過度緊張嘅神經系統，幫代謝系統重回正軌。好似32歲嘅劉女士咁，佢身為公司高層，驗出尿酸高達550微摩爾每升。之後佢除咗注意飲食，每星期還堅持做3次有氧慢跑，每日強迫自己11點前上床睡覺，兼且透過瑜伽同聽音樂嚟減壓。半年之後再去複查，尿酸已經跌到去390微摩爾每升嘅完美水平，而且成個人嘅精神面貌望落去後生咗幾年。相反，40歲嘅陳先生雖然食嘢非常小心，乜都唔敢食，但他日日熬夜，加班到深夜，壓力爆棚，而且從來唔做運動。結果呢，佢嘅尿酸水平一直死地卡喺高位，而且每日都覺得個人好攰，好冇精神，完全陷入咗惡性循環。你可能會話，講就容易，我日日返工做極都做唔完，邊有時間運動同放鬆啊？其實時間就好似事業線一樣，擠一擠總會有的。例如你每日返工放工，提早1個站落車行過去，又或者食飽午飯之後唔好即刻坐低，去散步10分鐘，夜晚瞓覺前1粒鐘，放低部手機閉目養神。
呢啲看似微不足道嘅小改變，只要你肯持之以恆，對控制尿酸都會產生不可思議嘅強大正面效果。所以呢個階段嘅4部曲行動包括：第一，揀一種你最唔討厭嘅有氧運動，例如散步或者慢跑，塞進你嘅每周日程表入面。第二，設定一個固定的入睡時間，強迫自己到點就熄燈瞓覺，戒掉宵夜同熬夜。第三，每日預留10分鐘嘅絕對放鬆時間，將大腦徹底清空。第四，建立一個簡單嘅健康日誌，記錄低自己嘅運動同睡眠狀況，同尿酸數值做對比，及時動態調整。最後，我哋要探討一個最核心嘅終極問題：控制尿酸絕對唔係一場3分鐘熱度嘅短期任務，而是一場關乎你下半身幸福嘅終身健康管理。高尿酸血症本質上係一個慢性嘅代謝系統問題，一旦你嘅體質被激活咗呢個開關，佢就會隨時準備捲土重來。好多人最容易犯嘅錯誤，就是一見到體檢報告上嘅數值回落到正常範圍，就以為自己已經徹底斷尾，立刻開開心心跑去放縱，回復以前暴飲暴食、熬夜玩樂嘅壞日子。結果唔使幾個月，尿酸報復性反彈，痛風再次發作得更加猛烈，之前辛苦做嘅一切努力瞬間化為烏有。長期管理尿酸其實就好像打理一盤名貴嘅盆栽一樣，需要的是每日持續嘅關注同耐心，而唔係等佢枯萎咗或者有症狀嗰陣先嚟臨渴掘井。而定期檢測就是你最重要嘅防線。書入面建議，高尿酸人士喺調理嘅初期階段，最好每隔1至2個月就去檢測一次尿酸水平。密切觀察數值嘅走勢，從而動態微調你嘅飲食同運動方案。當你嘅尿酸已經連續半年以上維持喺穩定正常嘅範圍之後，才可以放寬到每3至6個月定期複查一次。同時間，千祈唔好只睇尿酸一項，亦要定期檢查埋腎功能、血糖同血壓，因為代謝疾病往往喜歡組團出擊，全面監控先可以做到萬無一失。要做到真正嘅終身管理，最核心嘅秘訣就是將呢啲健康習慣徹底地融為一體，變成你日常生活嘅一部分，而唔係一項沉重嘅任務。如果你每日都覺得控尿酸係在受苦，是在被迫完成任務，你遲早有一日會崩潰放棄。相反，你應該將每日飲充足嘅水當成一種自然反射，將適量運動當成工作完之後嘅最佳減壓娛樂，將清淡乾淨嘅飲食當成對身體嘅一種高級犒賞。當呢啲行為變成好似刷牙洗臉一樣自然嗰陣，你就不會再覺得佢係一種負擔。與此同時，我哋每個人都要對身體嘅併發症警號保持高度嘅警惕。如果高尿酸長期處於失控狀態，佢會不斷在體內搞破壞，引發痛風性關節炎、腎結石，甚至不可逆轉嘅尿毒症。一旦你在日常生活中發現自己嘅關節出現無端端紅腫發熱、條腰經常酸痛、脹大、小便頻密或者排尿不順，甚至經常莫名妙頭暈頭痛，千萬唔好吞粒止痛藥就當冇事，一定要立刻去醫診所尋求專業醫生嘅檢查，及早發現、及早處理，先可以將傷害減到最低。好似70歲嘅孫先生咁，佢喺過去65歲之前，因為高尿酸導致痛風反覆發作，雙腳關節甚至開始有少少變形。後來佢痛定思痛，徹底跟從書入面嘅科學方法，堅持清淡飲食同規律散步。最難得嘅係，當佢嘅尿酸降返去正常水平之後，佢都冇絲毫放鬆，一直將呢種優質嘅生活模式維持到今日。如今70歲嘅佢，尿酸一直穩如泰山，而且全身上下完全冇任何心血管或者腎臟嘅併發症，成個人望落去精神奕奕，行路有風。相反，另一位患者在尿酸回復正常之後，以為大功告成，又重新開始大魚大肉，夜夜笙歌。結果短短半年之內，痛風大報復。去醫檢驗嗰陣，仲發現出現咗早期嘅腎功能衰竭跡象，如今追悔莫及。可能好多朋友聽到呢度會覺得要一世保持咁健康嘅生活模式，好似好難，好大壓力。但我想請你記住一說話：健康永遠係前面嗰個一，而財富、地位、名利都只係後面嘅零。如果冇咗健康呢個根本，後面有再多嘅零都毫無任何意義。《瘋狂的尿酸》呢本書帶給我哋最大嘅人生啟示就是對自己嘅健康負責，係你呢一生人之中最穩賺不賠、最值得投資嘅頂級項目。呢份投資不需要你花費幾百萬去買名貴藥材，佢需要嘅只係你每日日常嘅自律同改變。改變從來都唔會嫌太遲，最重要嘅係你依家立刻即刻行動。哪怕你今日睇完呢條片之後，決定由今日開始少飲一杯含糖奶茶，食飽飯之後放低手機去散步10分鐘，
今晚提早半個鐘頭熄燈睡覺，每一個微小到微不足道嘅改變，其實都係你為自己未來嘅健康喺度鋪路。希望大家都可以運用呢本書嘅醫學智慧，真真正正馴服尿酸呢個潛伏喺體內嘅隱形炸彈，透過你嘅每一餐飯、每一次邁開腿運動、每一晚嘅安穩睡眠，牢牢將健康嘅主導權握回自己手中，迎接一個充滿活力、無病無痛嘅精彩人生。